这个现在是最特别的，我们这边是哪是啦？有多人来是这个这个是这个是哪里的？是这个这个给你的这，我们这边是哪是啦？今天的这边这当中，是哪是啦？就咱们说，你这个呢，就是这把个，我们这边是哪是啦？对别人的那那么着是，要这个话不着帮你，你看不中这边的王子，不给我们说哪是啦？有人在那边是哪是吧？等会是的，一把接完了，一把跟着那。不给你的说了是吧？有兴趣的就让他进去，不认识大家来是吧？然后不然就是一个大姐，不给你的说了是吧？干嘛要吃巴士？不管你怕了，怕了，你都来我到了，这个不怕你怕是吧？我就不怕是吧？人家回到了我的屋里，怕今天就说这里，不怕你在那边妈妈见，只要我来跟他说，不在这回到那边看，谁给你买一块地方？不就是回到那边这边，也怕直接跟他说，别在地方必须做好大，别在地方那个什么，别到了那里跑去这边，别跑去这边他说，我们说，不怕你这样子的，你别直接那边那个，不给你们跟他说，这个说到说到大，说到说到跑到这来了。我是那个妈的，今天都来，我我是这个是那个我当时就当做的，我才是那个是，我在那个是那个是，我在那个是，我在那个边那个是，我在那个那边，我把四个这里的我是，我们我是那是了，我在那里把回来也，现在都是说我特别的，我就是那个老的把也，我是那是了。我说那个我知道的，你要是那个跟我说，现在我那个那个样子，知道我是那个说，我就怕他这个狗屁，可不就他是那个了，谁家我那个说这个的，主要他的这样子了，说到那个是他们那了，不好是就是那个了，不好是他个人说这，我看你把他老师了，你看好多就买的就是这，那这个是他们那个，你现在还没到这个吧，我们来是吧？我把这个不买不就不，希望是你给就是。人家朋友老是跟谁说，我也跟他跟我说，我对呢，可得那说不，俺老对这个吧是，可得那说叫我跟谁说，马上我说是我说，可得那他对妈咪，不对我，看着那把他的下，啥人都别跟我说，都在这个的老是，多少的就说他们，可得那个别的都多，其他我是别的说，这个人的都的话呢，因为说的嘛，可得那都就是这了，说了都是这个了都。大家怎么的呢？这里呢，这就是老板们，不然我呢，不然我知道，这老板就是，你都叫我们来打工嘛，他们家是他就是，或者说你呢，这里呢，不就你打工，知道的他们都在多，他们就没打工了，他们就玩的到这个，非常不错，当然这个说，要你给人生命回去，给人到时候就把这个，我现在也是那个，现在这边是那是吧？我跑到马村那个别的，你说到哪个别的？他的下一次的多吧，你会想到什么是吧？我们这边跟不对呀，跟老师来跟他背后怎么是这？怎么有种什么手腕的？我们都要准备不到啊，特别是这个位置，主要你不是来不着啊，就是不是？主要是就是知道他，不然不知道，这个是就是不知道啊，对吧？我们都说的，对吧？这些手腕到底对人到手上到那边说的，那到外头都是说。这帮都是北方知道是，这帮工作主要也是个北方这些北方人，上班老弟也待着是，主要也是北方一个少，上班一般主要也是，一般是在工作阶段，但是这不是个这样是，一点都不是个，而且那个我们是你那，而是人家大家对你，不要北方知道，各方人也有呢，